浪，胜败万正论英雄。起起落落当作英雄，历尽了沧桑，意志愈坚强。落魄免悲伤，小子啊，嘛会变英雄。 有常，有时屠杀的环境啊，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 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准备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 看到你平安无代志，我真正就为你欢喜。金花姐，是你哦。是嘞，金花姐，我知影你甲志强真相爱，啊，不过我这条命是志强拼命求回来的，以后。 我嘛会用我的性命来爱你，这是我唯一会当报答志强的方式。金花姐，我毋是想要处理伫咧志强心目中的地位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成全我。 是啊，志强，伊是一个会用心的去爱的人。你放心啦，你要做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感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也毋过，你家己以后嘛注意安全，莫让大家搁为你遮尔烦恼啊，好无？我一定会。 你要甲我讲啥物话？啊，若无，我袂做。是你分婚啦。你啊，你啊，我拄则听新闻报道讲，彭志强受伤啊。你应该袂甲我讲志强放屁的代志，甲你嘛有关系吧？你莫在遐甘会无天啊！我即马根本无迄个心思去对付彭志强。 我即马上想要爱，就是得到金源。明静，你现做遮尔啊固执，根本就无爱你啊！早晚我得到伊的心。假使你真正爱伊，你就无应该甲金家补甲遮尔啊凄惨。明静，我怕。好啊啦，安怎？你想要看我放弃心？无可能啦！ 咱即马才拄行一盘好棋，趣味才拄开始。你敢拢袂忝嘛？甲国宝立伫手头，看金万山甲金阳一个倒落去，我欢喜就袂赴啊，哪会忝？安怎？是你软心想要退出来是？无啊，我只是烦恼，若是咱考虑了无周详。 电脑害着咱家己尔。这做你放心啦，无任何人会当逃过我甲民政部的桥。真紧，你就当看到成果。
即摆只有伊共平安倒转来，我就当全力掠迄个笨手出一口气。老总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把迄个笨手的画像全面拢发出去啊，一定真紧就有消息啦。侯兄，即摆佫找无人，你就讲袂过啊吼。谢局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真紧对你有一个交代。真好，爱记的，掠到人，先莫互死。我要问出所有甲这边行动有关系的人，上重要是迄个幕后主使者，我要互伊死得真歹看。王姐啊，你敢有心情伫遮啉茶哦？是甚物代志啊？你饲遐个饭桶，好好计划破坏我头去，连咱两个都有性命危险。有性命危险，你看得倒来见面小可看。你毋是讲过，你用把握掌握着林天生伊的状况，啊，敲门压人的所在去互伊找着。你事先敢知影？即马代志别空啊，嘛袂甲怪我着。你根本就无应该派去摸迄个饭桶，去办这件重要代志啊！我无派是要派什么人？我用伊换做你来做，你试看卖嘛。在饭前的时阵，你就姊妹啊长姊妹啊短，即摆代志撇空啊，你煞再甲你啊？分钱，我写问咧，钱伫倒位啊？我下骹手内已经死2个啊，要分安家费，你要互我无？你即摆来甲我算小心，我的损失无甲你算，我是要甲啥算？那即摆是啥物款情形哈？拄着代志，大家胆要摕来摕去，啊要讲啥物代志，门嘛小关一下，也无写照送还袂到，贼头就已经先到啊啦。啊有求门的消息啊？嘛毋知死喺倒位去。我甲你讲，除了咱三个人，唯知这件代志的人是球魔。但为这件代志若讲出去哦，哼，咱三个人哦，死路一条啦。安啦，我的人袂甲我闹开啦。袂闹开，代志会不敢安尼啊。我讲，球魔这个人绝对唔能阁留咧。为着伊用万一，我会派人去，互球魔这个人永远消失。我全部都检查过，请恁拢是分开酒。告诉这是你。我去用骗啊惊啊，无说你袂用的啦。阿全，咱时间差不多，咱会走。紧要，你敢会紧张？讲无惊无紧张是假的啦，啊，不过无冒险，哪有都趁大钱。哼，你这个大少爷讲出来话真有气魄，我是我讲的，我真正是我讲的，请你相信我。真的？大林，我是我讲的，我是我讲的啦。大家比你爱大冤枉讲家己是冤枉的啦。照定数呢，你有权利会使先敲一通电话，叫恁厝内的人帮你请律师。爸爸身体无好，伊若是知影，我唔免啦。免啦。你车顶的毒品是安对来？我完全唔知影有啥物毒品呢。你车顶的4号拢互阮敲着啊！我甲你定死！爸，食饭啊？小等下啦，等金阳回来，咱做伙食啦。喂，
啥？警察局？前面哪有可能啊？好啦，多谢你的通知。诶，警察局打电来讲啥啊？是不是机场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紧讲啊你！警察讲，哥哥小杨遭受活动。喂，金明叫警方抓去，哼，真好，辛苦你。你若会遭受犯毒，就是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做，会害死偌济人，破坏偌济家庭。我就是死，我你赚一款失德的钱。爸，你连问拢无问，无听我解释你就定我的罪啊！爸，哥袂这么糊涂，做出这是失德代志啦，一定是去人陷害的啦。是啊是啊，爸，我这届哦，真别讲正是免解啊！只要阿全甲你介绍头路，你就不时提钱回来。我早就咧怀疑，哪有这样好康，佮想要骗我？爸，有啥物话甲地检署，你才对检察官讲。对啦，爸，踮遮讲嘛无路用啊，爱尽力司法程序找律师来替哥哥申辩。金总裁，警官，你嘛来啊？啊，你来遮？我是看到新闻报道才知影，金大少爷走私贩毒，向当场抓到。我这时哦，啊手头空袂放落来，随赶快。高明正，莫踮来给我说，你给我走！大少爷，你即摆心情我当体会。要毋讲哦，毋管安怎讲，过去我总是受过你的恩惠甲栽培。所以伫咧讲食果子拜树头，即摆你有困难，我若是叫娃娃，是会叫人讲闲话呢。唔免啦，若请你斗相共哦，根本是赤鬼跳有单啦。以前哦，我是律师啦，这种所在我定定走，人嘛实在袂少。敢有需要我甲因拍一下招呼，互你金大少爷伫咧看守所会当得到特别照顾。是讲哦，食搁较好，嘛甲有心一个饭店会比的，你着要去忍耐。高明正，等你废话是讲煞袂啦？我搁讲两句就好。我免费提供恁一点仔法律常识。走私贩毒是唯一的死刑，若无紧想办法咯。我看金大少爷要看到日头的日子，恐惊是无做哦。高明正，你给我出去！金大总裁，你的后生哦，阁真了不起呢！一犯罪就犯到死刑，替恁金家光宗耀祖。我是建议金大少爷哦，写好器官捐赠同意书，好伫死后哦，这就我公定。正惊，你无好死！阿免咯！啊！恁大家拢有看到哦，这都是现行犯啊！我要告伊强悍、伤害。爸，卖啦！我原本是好心要替金明拍官司，而且我真有把握会当替伊洗身罪名。要不过即马爱我答应。看你安怎表现。高梅姐，你下头想啥哪来？叫金万山哦，用拐仔讲。要毋讲哦。这个伤哦，真有价值。
我故意一条伤害罪，互伊爸仔囝共命，做伙一家。我问你，金庸走私毒品，是毋是你设计陷害伊？毋若是走私毒品，丈母嘛，顶头的字哦印遮大，你拢无看清楚。有看到无？是走私贩毒呢，这是违个死刑呢。我问你，金庸甲你受到底结偌深啊？你一定要甲伊害死！冷静啊！咱来讲啦，恁前老一山日好好相看啦。安怎？你先唔甘金庸心？丈母嘛，你头脑放较清楚的啦。金庸无可能会认你这个妈妈。伊是我的后生，我的血是切嘛切袂断的。冰姐，你若敢无死金庸，我绝对互你死甲真歹看。周玉芬，你莫踮我的面头前哦讲大声话啦！我安尼做嘛是为你好呢。你根本就……好啊！我无时间甲你练笑话啦。你若真正爱金庸平安无代志，你就照我的计划去做。我什么时阵无配合你啊？真好，伊才佫经我来找我，互经我求我做金庸辩护律师。我一定真紧就互金庸无罪出狱。你即马是咧无什么把戏？你要答应答应，只要你点头，我就来讲安怎做。喂，金冠。好，我知影，我试过。安怎？是毋是警官拜托你甲金庸斗相共？好，只要你当救金庸，无论要安做，我配合你。你讲。我就知影你是巧巧人。爸妈来啊！妈，警官，恁哥哥即摆情形安怎？这个囡仔就是敢弄家己啦。妈，我找你出来，是因为我甲爸爸……我知影。来，这先摕去用，啊无讲，再甲妈妈讲哈。我毋是来找你讨钱的。妈，我找你出来，是看你有啥物办法当救哥哥，伊一定是去互陷害的啦。惊是我是，个性我嘛真了解，伊绝对无可能做犯法的代志，一定是去互陷害。我嘛真想要救恁哥哥，不过即嘛是伊倒位的身躯，无方便。敢讲你见死不救？伊倒头路很了我有问题，金庸是你的后生，伊早就甲我警告过，以后不准我插手金家任何的代志，若无伊要互我好好看。伊倒头的个性，你也毋是毋知啊。就算讲我甲天照挡，我嘛毋敢掠伊啊。也那安尼，你来甲我见面是要创啥？妈，你根本就是咧浪费阮救哥哥的时间嘛！我知影有一个人一定会当救恁哥哥，是啥？江明杰。江明杰，这摆害到金庸的生死，你莫来搞我生笑。我即摆哪有迄个心情甲你讲生笑？江明杰，伊的法律专业，遐尔啊优秀着。万山，你比我搁较清楚呢。搁再讲啦，伊即摆是有钱有势，人民又搁遐尔啊快，有一寡检察官拢是伊较早的同窗好友。只要伊若肯为咱金庸辩护，咱金庸就有救啊啦。妈，你真毋是咧救哥哥，你是咧害哥哥呢。我讲的拢是真实的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好不好？真实，你敢会晓讲？真实，你敢写会出来？啊，我啦，咱就走。金哥，你去找江明天斗3工，一定有办法救金庸啦！你要相信妈妈啦，金哥，金哥。
赞赞，你表现得真好。我问你咧，你敢真正有办法救金庸？当然啦，我若是做袂到哦，我就伫你的面头前破腹自杀。我才无想要看你后心肝。你莫久笑皮无尾，你甲我拢同款。我已经听你的话，配合你搬戏，所以来看你的表现啦。假使讲阮金庸若是闪死决战，你嘛同款会死甲真歹看。你莫伫我的面头前讲大声话，你唔通袂记，你还有重点伫我的手头。但讲哦，你嘛免艰苦啦，只要我找到金源，咱两个的代志就当做一个结束。丈夫嘛，你莫安尼甲我看，这是咱顶世人结落来的，咱就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啊，啊，犀利。今晚，志强，阿伯，你若出院啊？我就一定会拗啊！后甲医生哦答应我，互我转去处理静养啦。要若无，伫咧病院实在足无聊的。那安尼你会伤呢？我无代志啊，医生讲我回话了真紧。啊，好啦，你袂志强安尼坐坐，我真忝的啦，我来休困一下。志强，太济。今晚，今仔日你甲阿伯去倒位啊？是物去看金庙？你拢知影？我是看到新闻报道了后，我过来看卖。一定是用设计的。一定是安尼。即摆你拍什么要哪做？我爸爸要找我妈妈，也毋过我嘛毋知要安怎做才好。今晚免着急，我来想办法。你找我进前，找过偌侪法律事务所？差不多20-30间啊。拢无人肯接受这个案件。真心真歹势，这个案件胜诉的机会可能等于零，所以我嘛无方便接手，而且你叫我负担袂起保释金甲诉讼费。那安尼我讲，毋着白白要向乖。王律师，这个案件你无方便接，那安尼我想要委托你，替我甲我名下的公司卖掉，安尼用钱。志强，对吧？拍官司一定要有钱。王律师，我名下的公司营运非常的好，免惊找袂到买主。要么我有一个要求，紧就好，继续好讲。志强，这新公司是你的心血，你的希望，你袂当甲公司卖掉啦。对吧？事业搁创立都有啊，要么金庸的名只有一个，咱先甲金庸救出来，比较较重要。王律师，我即摆甲你讲细一步。江文清，伊的法律专业，遐尔啊优秀着。万山，你比我搁较清楚呢。搁再讲啦，伊即摆是有钱有势，人面又搁遐尔啊宽，有一寡检察官拢是伊较早的同窗好友。只要伊若肯为咱金庸辩护，咱金庸就有救啊啦。嘉美姐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金大小姐大驾光临，有啥物贵事？只要你会当替我哥哥洗清罪名，我这条性命就交在你的手头。阮金家甲你有恩怨啊，就用我这条性命做一个结束。你发脾气的模样，实在真可爱。你看人眼神，敢毋当放我尊重的？在这个世间，你是我上尊重的人，因为你是我这世人唯一的心肝宝贝。我是来这甲你讲正事，毋是来这甲你练笑话啦。
结婚的选择手指有克拉。哦，提分的破烂300万。美国设计师设计婚纱500万。还阁有啦，你看这件白装哦，我已经订落来啊。我拍算伫遮哦，台湾你上喜欢的香槟玫瑰，举行我甲你的世纪婚礼。你，只要你点头哦，这全部物件哦，拢是你的。安怎啊？安尼就要走啊？你唔通袂记的，你来找我的目的。你后头讲啥物话？原来你只要我甲这块大交检察官，就当是离婚是向合。嘛知影，即摆国内哦欠货，所以离婚哦。是你设计的款头，唔是款头，是爱的行动。我即摆我对我袂放心。这块大值偌济钱？不要讲无价。江明志，你唔通伤过超过哦。我讲的是你，你是无价。另外，你真正会做单纯的呢，讲安尼佫听无？我会遮尔爱你哦，就是因为你这份纯真。这个录影带就当证明金庸是用骗的。你若是要拜托我出来救金庸，你就要嫁我做我的新娘。你就等你看金家家破人亡。江明志，你哪这么卑鄙，这么无体啊？只会当得到你哦，什么卑鄙啊，什么无体，这拢无重要。若是会当娶到你哦，叫我落18层的地狱，我嘛甘愿。我若是嫁予你，我唔才会落18层的地狱。好，问你遐，要走唔走随在你啊。明志，算我求你，我求你救阮哥哥好无？替小我对阮爸爸的伤害告诉，安尼好无？你唔免求我啦，只要你嫁予我，金庸就是我的哥哥，恁爸爸嘛就是我的爸爸。我无替小告诉，无叫金庸，迄就无道理啊，对无？要无时间啊啦，明仔载金庸就要移送地检署啊。我后爸会当替伊申请交保，不过哦，这全部伫你的一念之间哦。你会当真请呀做国宝集团的总裁夫人，嘛会当等下替恁爸爸、恁阿兄收尸。两条路，一条光明，一条黑暗，你要行倒一条？好，我答应你这个交易。交易？我用我的青春，用我后尾世人的幸福，来交换我哥哥的无罪，这不是交易，无是啥物啊？另外啦，我是真心要爱你的。好啊啦，我无想要听啦。好啦，总有一天吼，你一定会当了解我对你的一片真心。你甲我保证，阮哥哥交保，无罪释放。我就抓，绝对互你满意。要毋讲吼，先交保，然后等审判过程，这拢是法律的程序，毋是一天两天就会当解决。唔免你甲我上法律课啦，废伫你甲我负责到底就对啊啦。我讲话算话啦。要毋讲吼，你也先答应我，嫁予我做我的新娘。等金庸交保，行出地检署迄天，就是你甲我完婚之日。
志强，这是咱最后一面啊！今晚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今仔日哦，已经有买主看到伊我的公司，而且已经讲到价钱啊。我相信真紧哦，就当甲我的公司卖出去，替金门拍关系。志强，是毋免遐尼着急啊，搁加等几工啊，小比较一下，凡事会当卖着搁较好的价钱啊。安尼嘛对啦，加卖一寡钱，替金门拍关系嘛好。志强，多谢你啦，为着阮哥哥遮尼尽心尽力。敢讲你拢袂怨恨，伊对你态度遮尼歹，甚至搁当手甲你拍。虽然金明无回我，也毋过我永远拢会甲伊当作是我结拜兄弟。志强，我替阮哥哥敬你这个结拜兄弟一杯。祝金明早一日世情圆哦。金啊，你当时酒量变成甲遮尔好啊？我着甲你斗阵欢喜，酒味就开啊。志强，你敢讲会记得咱头一摆见面的所在是伫倒位？我当然会记得。我会记得迄个时阵，你拄为美国留学回来，你去国宝集团找恁爸爸、甲恁妈妈。迄天哦，你穿野球衫，手提一粒球，我掠准你是球迷，要找我签名。志强，你看，这粒球我也是保存甲真好。以后我若是去倒，我拢会甲伊早点身躯边，就亲像你在我的身躯边同款。你还记得无？你看，你送我这个幸运节，给我一个拍爆home run的记录。我逐工拢甲伊扎伫我的身躯边，好像是你伫我心肝内同款。最大的幸福，我永远我敢爱你一个人。我嘛是。志强，永远我要把我的人、我的心，全部拢交予你。kim啊，敢讲
查某囡仔，原来无爱你，就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爱尊重你。我希望我会当真正呀，甲你带入门，互你做饭太太。我一定会好好疼惜你，好好疼惜你。要么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替我生真侪小战士，上好是会当组一个野球队。我若是会当，我一定会替你生就多的小战神。金婉，你今仔是安怎？你是安怎一直哭？无啦，我就欢喜啊。志强，请你原谅我，明仔载我就是别人的家后。金婉，我计划伫山顶买一块地，起一间透天厝，咱会当甲恁爸爸接过来，甲咱做伙大，过着无烦无恼、快乐日子。你哪一直咧哭啊？志强，我毋是住你遮好无？你今日足奇怪呢。志强，我今日等下陪你食好无？今晚恁爸伫外口过暝，而且我答应恁爸爸，爱伫11点之前送你回去。时间差不多，来。不会啦，我都是想要踮遮过暝啊。今晚你半暝我爱照顾恁爸爸，恁爸爸的身体无好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回去啊。我会当打电话跟爸爸讲啊。安尼哪会用是啦？安尼哦，恁爸爸会安怎看这个未来的囝婿？我哪会当互伊伫咧结婚之前，就对我有歹印象？听我话，进来倒。志强，你脚受伤，无我家己来蹬就好啊。无要紧，我送你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蹬就好啊。拜拜。奇怪，敢是我讲唔对啥物？志强，是的啦，过来去哪里？你莫恨我，你莫恨我。我是来接你回去。明仔载是咱两个大喜的日子，你莫阁哭。看你安尼哦，我总唔甘的。志强，这届你叫我神性。阿伯，志强，志强，志强，是安怎你也来啊？
是阿我来通知的是。唔是啦，是我公司员工甲我讲金阳今日会当交保，所以我就赶来。是啦，阿金我吼拜托老朋友找真出名律师给想办法，啊就讲金阳无前科，今日出庭了后，马上就会当交保啊。金阳咱无甲你做伙来。啊就讲有代志，透早就出门啊，爱我家己来接金阳。金阳。金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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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金阳，你哪知影我今日交保出来？是金我，伊请律师来保你的。这检察官判我交保无权，限制我出境。啊，不过我连律师面都无看到。这法警讲，律师已经替我办好这交保的手续，而且佫替我出这100万的保释金。100万？但是上这尔好心，万一替我出这100万，去吧，让我高明旗斗阵。另外，既然拄着啊吼，你就甲伊讲咱两人喜事啦，互因大家替咱欢喜一下。高明姐，你别用查某囝，有做什么代志是？拜托，这是我甲金源两个人心甘情愿的呢。是金源啦，你家己甲恁爸爸讲。好啦，你唔讲哦，我来讲。高明姐，到底是在比什么嘛？对人爸，阿姑啊，我甲金源哦，拄则去看伊公证结婚。对啦，对人爸，这张哦是我告你伤害罪的铁销单。阿姑啊，这张哦是200平土地的所有权证。为什么开始哦，咱拢是家己人啊，免甲我说多谢。来，摕去。高明姐，打住来！阿妹，爸，爸。不是讲好不要办任何仪式，为什么搁办酒会？哎呦，这我嘛无法度啊！啊，公司顶顶下的哦，拢知咱的喜事啦。迄老副总偏偏搁办一个什么酒会，互规公司的人哦为咱庆祝。这是人好意哦，我安怎拒绝？那安尼你莫甲尊重我，甲我讲一声。好啦，歹势啦，是的，后摆唔敢。无后摆啊，虽然咱是阿拉某，也毋过以后你行你的，我过我的。好啦，莫生气啊啦，我心中甲你回息咧，有无？为什么拢无看到新闻？哦，新麦哦，去香港接一笔行李啦，过几工才会回来。安怎？你找伊有代志啊？金华，你到底是安怎？金华，喂，拜托你，对阮太太讲话较细声的。若毋是看你哦，你是我的大姑啊，我早来看出去啊啦。高明姐，阿哥啦，即摆到底是安怎？你紧讲。唉，有看到无？这是阮去公证的结婚证书啦。为即马开始，金我就是我的太太，以后请你离阮无较远。一点点啊！我啦，来，你甲爸爸讲，这个袂见小你袂见，伊到底对你有做什么？金我，甲我丈人爸讲，我对你做过啥？
林静伊无逼我，是我家己自愿的。自愿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伊。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口讲你爱伊，这个啊，水里的真是徛徛有在呢，唔通哦，脚的气象也袂好，骹腿哦又搁步步长。志强，咱的缘分已经尽啊！希望你是无可能爱到这款天教不如，我不会本事啊！大牛啊，这200平的土地，我拢恨你啊！谁都无法度抬你的嘴哈！你唔通袂记，你才拄交报出来，讲话较细腻，若无我就告你公然诽谤，互你搁抓去关啦！明静，阮哥哥嘛是你的大舅啊，请你讲话放较尊重的哦。金华，爸爸是安怎破产的？难道无甲行到这个地步，是什么人造成的？伊根本不是啦，叫你叫狗拢袂晓紧，就是为了叫这个恶魔。警官，恁规家伙哦，拢反对这门亲事，我看哦，我无勉强，你回去，我帮你自由。袂用啦，我已经是你的人啊，我即嘛是江太太，是国宝集团的大总裁夫人。恁大家拢有听到？我无别意哦，丈人爸，多谢你甲我生一个这么乖的某，亲爱，咱回来好不？阿官啊，阿官啊，给我等下，你给我等下，给我，你一定会等下，你等来，给我，你等来，你给我等来。警官，用上偏好的笑容向伊消失。安尼才是我的心肝宝贝。他被干的。原来金阳在交保，都是金华甲江明静交我结婚的条件。金华为了救我，牺牲家己一世人幸福，给我江明静。我是要他下两公啊！金华，你要答应我，咱要做伙面对所有的困难。也不过你是安怎要家己去承担一切？
真正伊无逼我，是我家己自愿的。我就是会讲，我一定会替你洗，就这小战神。你讲啦，我都应该发现你心肝内苦衷啊，我都无应该让你走。我就知影，你唔敢离开我，因为这边我一定要让你离开我的身边。姐妹，你也来找我。我伫位香港倒转来尔，是当公司就听讲，英情甲金元应公证结婚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过来看卖啊。多谢你，我无代志。一个人有在出来啉酒，我讲无代志。志强，我会当了解你即摆心情。我嘛一直支持伊，我真了解金元。我会当替伊查封东湖，互伊幸福。毋过即马，我敢会当目睭紧紧，看伊继续讲面前，我真是感觉我家己寂寞落去。看志强这尔自责，可见金元伫伊心肝内是遐尔重要。金元，我足欣赏你的。志强真是一个真专情、真体贴的查甫人。拜托你好无？志强，互我为你介绍忧愁好不好？咱是这么好的朋友，你有啥物心事，你通讲互我知啊，咱总会解决问题。你敢知影？我一直认为金元是我这世人上重要的人。我失意的时阵，伊支持我；我拄着挫折的时阵，伊鼓励我。伊一直踮在电话身躯边陪伴我。伊是遐尔善良、体贴。也不过我带着伊上需要的时阵，需要我的时阵，我无伫伊的身躯边。我对不起你。
志强，今晚只是暂时离开尔，会较坚强的。咱做伙想办法，就今晚带倒转来，好不好？我唔知影今晚即摆过得好无？江明正是不是会欺负伊？今晚走了后，我感觉我的心我对伊走。志强，你唔通袂记啊？你身躯边永远有我这个朋友。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，陪伴你的。今晚我永远爱你。志强，你知影无？我爱你的心，胜过你爱金元的心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感情的避风港，我会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躯边的。天公伯哦，真正足疼惜咱的，咱总算结做阿某。你唔免惊啦，这世人哦，我用全部的力量疼惜你。咱已经是阿某啊，又放较轻松的啊。我只是袂信，咱只是交易尔。景元，我真无简单，才等着这天呢。你一点仔拢唔知我的苦心哦。我即马人在食啦，你想要安怎你就安怎。我是毋是知影你的心，这跟有啥物关系？景元，今仔日是咱的洞房花烛夜，较罗曼蒂克一个啊！你的心内是毋是搁在想彭志强啊？我无要管你的心，你嘛唔免管我的心啦。我就偏要管，你的身躯、你的心，拢是我的，拢是我的。我是你人，你是我的。你即摆是我的某，但不过你心内想的，竟然拢是彭志强。那安尼哦，我就甲彭志强为你的心肝底拍出来。金阳啊，
小等下阿我等下做客，唔通互伊歹做人咯。我真正就唔甘，好金马叫江面前这款低教不的禽兽。金瑶，唔通搁甲面前激气啊！你唔通袂记真，即马金我是明正的某，你若是得势伊，安尼去害着金我。爸，你做你放心，今晚为着我牺牲这么大，我若是无替伊想，我唔通甲江面前同款。你会当安尼想就好啊！以后做代志一定爱三思。金明啊，小等下我若回来，咱爱欢欢喜喜阮食伊，知无？啊，一定是回来啊！来紧。金明，在你来要创啥？我是听讲金华今仔日要倒来做客啦，我专工来看伊。今晚是无想要看到你的，你走。金明，林生，多谢你唔免甲我说多谢。今日阿公啊，要倒来做客，有你在场，伊较袂感觉遗憾。哦，这尔闹热，恁大家拢伫，搁徛来欢迎我哦。江姐，哪会你一个人？金我咧？哦，是安尼啦，拢怪我唔好啦，昨暗同房哦，害金我伤忝，煞爬袂起来啊，所以我唔才家己这样来。高明清，讲话较尊重的啦。金明，无要紧啦，啊无，金我明仔载倒来嘛是同款。强姐，来，来，佳姐。金明啊，紧添茶，互你袂使啉啊。到到这尔唔甘愿，我看这杯茶哦，一定无好啉啦。好啦，安尼我就讲重点，我是要来甲你讲，今我今日袂来，明仔载嘛袂来，以后拢袂来。你是咧讲啥？你应该去看卖啦，这尔后的所在哦，敢是一个总裁夫人会当住的？也搁有啦，恁哦，一个是要死死袂去死老婆啦，啊一个是才拄去看守所放出来，唔嘛是今晚的民主，连我的民主哦，拢叫恁这后头厝下了了。所以我决定要有今晚跟你切断关系，以后大家莫相找啊。金苗，你是凭啥物主持？阮甲金华来往？就凭我是伊的翁。即马我是伊上亲近的人呢，恁小妹金元是我心肝宝贝。金苗，哪有别来？金棒啦！大姑啊，莫这样冲动啦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金元惜命命。哦。对啦，丁母，我煞袂记来说多谢呢。若毋是你靠近金元哦，金元有可能叫我。假做丁母以后要来找金元，迄就无共款啦。我是会非常欢迎。我来走。玲姐，讲较清楚嘞。江人讲的可是真实，你真正害金华，伊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伊？
弟弟妈妈该死啊！真正你头家呀，害爸爸破产，无论我哪怎求你，你就是要走。我去有规个看守所，爸爸甲警察叫你，甲我斗相共，你嘛顾错。今摆你明明知影，高明是一生一个恶魔，你搁亲手甲警察送互伊，你即摆要改罪上？我颠倒想要听看卖，到底是什么理由，会让一个查某变个这么无良心、失去理智，连家己的亲人拢无爱提，甚至还家己娶一查某囝？你毋是有讲过，你无孝金嘛叫我放弃叫，所以即摆叫我讲明情，做一个总裁太太，安尼敢有无好？这种话，你竟然讲得出来？你这个混，你可！当然啦，你是去小心。无唔对，我确实去笑啊！我一直维护你，伫囝儿面头前替你讲好话。你对我无情，我会当谅解。你哪会对家己查囝迄出毒手？好毒不食子，你的良心绝对无气死！爸，你总算看清楚这恶毒查某真面目。阮警察虽然说，不过已经无你徛起的所在。走，走，走！这个混，走开！厝内底啦，我讲面前欢喜安怎做就安怎做，甲你无关系啦。你凭什么来这么我哈？敢讲你对警官还是死心？叫你啉你就啉啦，啉。我若死，恁那边想要我？你是人口人，有人放翁放囝，祸害别人的家庭。你讲我清楚，这个话什么意思？社会上的所作所为，有一寡无够公平正大。无用打电话，现代的社会，爱情慢慢衰。有人接到是爱情限时批，有人接到是伤心的电话，好歹离婚哪会差这多？有人干杯，无用免道理，现代的社会。爱情慢慢衰，有钱的人永远是做头家，无钱的人永远是头家哩。天公伯啊，这呢无公平，为情是天下第一戆，为情是世界第一勇，为情伤心伤肝无地讲，为你